国际上非洲猪瘟疫情在滚价。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早起嘛去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来视察，因为5日节要到咯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嘛爱相关部会，都爱特别注意爱落实查验的工作。这么若是对疫区国家或者是疫区周边国家寄来报告，台北邮局处理中心拢加强检疫。像防疫局若批到这个有问题的报告，开几看了，就发现这个自泰国来的报告内面有毒肉素，因为5月节要到啊，真侪人会送礼。国际上非洲猪瘟阁真严重，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早起就到邮件处理中心视察，行政院长杜英泰要求一定要加强边境的查验。非洲猪瘟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进来台湾检验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检验出它这个病毒的比例还将近有9.8%，在7000多件当中，还有700件能够检验出，表示它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威胁。今年一直到5月底，咱国已经查到违规输入毒肉产品邮件报告111件，防检局提醒民众违规寄检疫物品。寄的人第一遍被查到会罚20万，那第2遍就罚100万。我们依照它的来源国来分析啊，最多的就是从中国大陆、香港还有泰国，有8件它是故意的输入，所以针对于这8件的这个收件人啊，我们都各裁处20万的这个罚款。防检局呼吁讲，即马5月节要到啊，真侪人会送礼。民众伫咧寄礼品的时阵，要特别注意相关规定。非洲猪瘟这么严重，即马伫咧亚洲，即个咱国甲日本唔是疫区。除了邮件包裹以外，入境的民众也要注意，唔通炸违规的毒肉制品。希望一人甲猪瘟挡伫咧国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